健康，嗱，兄弟姊妹們，我相信這個世界的很多各人要打算這個登山嘅前面的路途，係咪啦？攏總就是講得到最強嘅路途，但係我係講兄弟姊妹的，透過呢個前面4提示一節咁樣講到，我教你本你聰明智慧，我現代你去切嘅路，嗱，兄弟姊妹們，呢上帝透過呢個經節講這個的，佢教這個聰明智慧。แต่ตัวแก聰明智慧幾百現代之家大家通才去切嘅路係講天上啲嘅路即係要聰明智慧要切嘅路行唔係行到岔路也唔係行到險嘅路也唔係行到崩嘅路切嘅路越顯這個心中你得到平安嗱然後呢個前面14節樣講係講你行一個腳步唔係定懶惰也唔係定落頓點係講你走你又唔係踢倒也唔係對下去，嗱你天上啲嘅路，你行也唔係變到懶惰，你走也唔係踢到撲下去，這樣嘅即係天上啲嘅路，因為家嘅路、切嘅路、平嘅路、真理路、一天生嘅路，一天平安快樂得福順利嘅路，嗱這樣嘅就講即係要謙卑嘅心，聽家嘅路，使世間你行到一天。即係得到最錯嘅路，最對嘅路，因為上帝嘅路都唔係行到啲魔嘅路，因為到上帝講，我都係真理、道路、生命，冇一人轉到天阿爸係講冇透過我，耶穌基督嘅路都係真理路，祝福大家，阿門。